一個是廣東廣電、中國廣電嘅寬帶加呢上網啦，有電視啊，呢個組合好平啊，39蚊啫而家，簽2年約39蚊100M，好快100M夠用啦，唔係成日來啊，呢個中三三鄉嘅可以申請，大家香港澳門人最好申請呢啲，因為可以睇到澳廣視、澳門衛視、澳亞衛視啊、翡翠台你睇，可以看到翡翠台啦，啱啱接好。翡翠台睇到有呢個4K 嘅機頂盒，呢個連住呢個 WiFi 個 router，跟住 WiFi router 嗰度有個光纖，連住光纖嘅。咁之前係用同軸線，而家已經用咗光纖啦，所以快好多嘅。睇到翡翠台陣威又有，好方便。看到呢個係橋模式嘅，即係光纖呢個光貓裏邊咧，經過呢個 WiFi router 就用橋模式，所以呢個 IP 咧就係同佢同端嘅，有線插住佢橋模式，所以光貓嘅 IP 同佢一樣嘅，咁啊分散出嚟啦，唔會話再路由兩個 IP。就1000M 嘅用 Cat 5e 嘅3條線都係，跟住 LAN 4口咧就接咗嗰個 WiFi router，呢個就係嗰個光貓啦，呢個接出去外邊用光纖，之前用同軸線上網睇電視，而家已經用光纖睇電視加上網，所以速度很快，頻寬好勁啦，即係水喉好大，對香港澳門好好啊。跟住你見到呢啲就係佢未開通嘅，應該會有埋 WiFi 嘅，但係佢冇嘅，所以要額外買個 WiFi router 嘅廣電。而家有電視睇到好多啦，又有澳廣視啊，乜電視有好多電視。澳視、澳門、澳門台都睇到，好多電視有啲付費，有啲免費嘅，有啲音樂啦，又可以下載一啲軟件自己應用啊，即係有成百幾台，所以好豐富嘅。用對比澳門啲電視天線獨立嘅用天線，用嗰個 DTMP 嘅數碼電視咧，跟住又要上網又分開好貴，39蚊包晒。澳門就係天線費咧，一個月都幾十100蚊啦，跟住上網又要100幾十，即係中山三鄉好平。呢啲全部都係網絡電視 IPTV，澳門嗰啲就係用 DTMB 嘅數碼電視咧，即係要經嗰啲有可能衛星啊，或者一啲傳輸啊，啲無線電傳輸嘅。但係而家用數碼，之前係用模擬添，咁啊比較落後啦。而家多數用 IPTV 嘅最方便，用 IP 搞掂，可以上埋網，唔使分開。而家 IP 都係 networking 啊 IP 嘅時代嚟㗎。跟住電腦咧上網測出咗100M啦，啱啱下載上載20幾 M 啦，所以呢個 plan 都 OK，39蚊你想點啊？包埋電視喎，電視同住一住開都唔會影響速度，閂咗電視都唔怕。What is my IP 裏邊就見到係中國移動嘅 China Mobile，所以中國廣電咧，廣東廣電咧係借呢個中國移動啲基站去 route 出去嘅。亦都可以上到外網啦，直接上嘅，乜都唔使用咩加速器，直接上到外網。你見到 BBC 啊，直接打落去得啦，因為好多都上到外邊啲網站，但係慢啲，因為中國人多啊嘛，同我哋水喉人多，同埋出外嗰條光纖光纜地底光纜又唔係好大咧，所以同澳門香港比就唔夠快。但有啲用防火牆就過濾咗啦，但係多數都上到嘅正正常常嘅外網啊，就算你 BBC 啊、CNN 都可以上到，證實到啦。嗰啲美國啲大學啊、外國啲大學啊、澳門啲網頁基本都冇問題嘅。除咗可能 TVB 某啲電視啊，你唔係香港澳門地區唔俾你睇，或者慢啲啦。澳門有啲新聞又唔俾睇咁樣咯，可能唔符合國家個網安法咯，未申報咯，等等情況。
你見到 CNN、BBC、TVB 全部都睇到嘅。跟住再睇到好似新聞亦都睇到啦，現場直播都幾方便，可以回放澳門啲 DTMB 電視冇得回放，佢有包埋呢啲功能嘅錄影，好方便啊！